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9月22日，耶利米书33章30安尼讲：你求我，我就应你，要将你毋知伟大奥秘的事指示你。三甲来祈祷，将伟大奥秘的事指示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迄位创造大地，予伊成形，予伊坚固的上帝。你设立天地的根基，你予云彩伫空中飘移，你予万物按时成长，你予四季运作照时。主啊，你的路赢过阮的路，你的意悬过阮的意，因为你是创造万有的主宰。主啊，伫世间虽然充满了苦难，伫生活虽然济济为难，伫人生的路虽然坎坷歹行，济济的代志也互阮学得捌，总是当阮若专心求救你，专心敲找你，你就应阮，要将阮所毋知伟大奥秘的事指示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的人生虽然济济苦难，也路途坎坷歹行，总是咱若专心来求救伊、找求伊，伊就要将咱所毋知伟大奥秘的事指示咱，互咱会通得到伊所想事的福气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